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人讲好印日自己的菜艺神，韩国好早晨我食到像冯体用的暗澎派。古时想请问大家早晨条好食嘛？个喏，可能有人好食呀西式的早餐啊，像係有汉堡啊一啲東西。唔過啊，咩有當到人好食像呀中式的呀條早餐咯，嘅中式的呀條食這位東西，算係有乜嘅好食咯？比如講像包圍啊、饅頭，看張真好的時節，嘅燒漉漉的那個蒸汽嘅衝出來的時節，就會吃到哇饅頭老包圍東上顏色。韓國啊，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紹介嗬，對苗栗南莊來嘅，哦喲，佢做嘅饅頭全部就係用神呢啲嘅饅頭。韓國啊，佢用當道菜體嘅色彩做出當用成當空天嘅饅頭老包圍哦。細細夾夾來分享，你今日節目地度嘅來賓，歡迎香玲姐分享。你好，大家好，我係苗栗南莊嘅細妹黃香玲。難怪吼，苗栗南莊來嘅，想到就是 TP 講南莊嘅細妹，請講一定講錯冇？講高單，講高單，古早今日啊，講高單嘅香玲姐就愛來帶來當到用成啲饅頭老包會同大家來分享。啊，佢每挨去到一間店度吼，第一件事情啊，就會先翻佢嘅 menu， 看一下佢嘅菜單地度有乜嘅好食咧，乜嘅係有那個，大家都會寫招牌有沒有？古早今日所以來搶問一下香玲姐，人店方啊，新出名嘅招牌口味係乜嘅？好，其實我哋這張可以是從6種口味，慢慢的發展到15種哈。我因為大家做招牌呢，因為都是每一種都是花很多的心思跟心血去研發出來的哈。但是我要特別介紹有3種哈，有3種都是用在地的食材，就係菜地的食材，就係呀3種，對不對？那有一種叫做玉香滿園，玉香滿園嘿呀，它盤咩這個紫色的，對，它盤咩雕彩色嘞。跟還有一種叫做紫薯送暖，紫薯送暖就是這個很漂亮的這個雕彩色嘞。對，跟還有一種叫做養生地瓜，養生地瓜就嘿呀，是。唔過吼，我看呀3種口味，我有一個問題，我想說，好香玲姐是不是不小心把這個紫薯沒有和好，就老給飆落去？這個底部的這個雕彩色嘞，這是番薯，對不對？對，紫色地瓜。紫色地瓜全部一條一條哎，就按點飆到底度哎。這是不是放錯？是本來就是長這樣嗎？本來就是這樣，就是我們用在地的食材，然後比如說像地瓜也好，紫薯也好，是鬼條也好，我們取中段，對，把它包在那裡面。那給旁邊2邊的呢，我們就把它蒸好，又和在那個麵團裡頭，所以麵團底部的色就是紫薯的顏色。對，麵團像這個紫色的，對，麵團底部的色就是紫薯的顏色，然後裡面還有一整條哎，一整條的這個紫色的地瓜都底部，阿 Q 莫來試看啊。這裡面的紫薯也真的很綿密耶，沒有錯，對不對？它有先整過，也係講做好饅頭包圍以後，將炕下來去整呢。我們有分2道哈，一個就是皮的部分呢有整勾，然後它和在麵團裡頭，裡面的內餡呢，我們就直接用紫薯粿條包一批，因為我們用南莊好山好水做出來的，饅頭也好，食材也好，所以它那個我就盡量是希望用最原始的味道。韓國啊，像也係這個是芋頭的，對不對？五味口味，底部沒香油，唔但像那個番薯油，地瓜不芋頭裡面沒油嘛？沒有錯，是滿滿的這個地瓜條哎，這瘦肉度清透懂天孔哎呀，對不對？呀，五味係用哪一片的五味？也是我們南莊在地小農種出來的五味。哇，唐講吼，你雖然最有名的五味在大甲，不過其實苗栗的五味沒懂好食咯。沒有錯，沒有錯。快看啊！煮台五味，因為我吃到要 Noble 皮，還有包其他東西耶。對，我們有放了蔓越莓。蔓越莓，所以它吃起來是有點酸酸甜甜的感覺。真嘅。韓國沒有堅果，對不對？對，還有那個核桃。核桃，
所以一个馒头吃下来，早上就元气满满的这样。真的，因为从淀粉到这个坚果，到这个一些所有里面的营养全部就有，对不对？所以啊，其实早晨头家是黑色暗用的一张馒头，这个招牌系列的这个紫薯啊，还有番薯啊，还有味啊3种口味，真嘅係当地片当空天哦。如果唔难抢按你糖讲吼，因为苗栗就係你客家粽啊，嘅客家粽還會做客家口味的包的哦，差冇？嘅客家口味的包的。看外表阿全部颜色才看冇乜嘅出來，底部係乜嘅？直接答案直接揭曉給大家看，好冇？哦，係香嘅，一打開來就聞，嘅就批到嘅東香嘅嘅菜脯蘿蔔絲嘅味道，也係用嚟做的啊。我們這個叫做陽光菜脯哈。為什麼叫陽光菜脯？是你那種菜貼北埔北梅哈。那個蘿蔔的熟成的時間來收錢，收錢拿到我們南莊那裡在地有一個中港溪，河邊把它曝曬，曬到早，所以它是滿滿的那個陽光的味道。陽光的味道，就是完全是對日頭曬，完全就是太陽曬乾的，不是機器收乾，所以它的味道就是有多了一種太陽的味道。日頭的味是，沒有錯。韓國呀，蘿蔔絲炒到東香，其實蘿蔔絲愛好生誒，只有青蔥葉的那個步驟就會愛炒到香，對不對？對，而且我用南莊在地的香菇，椴木香菇去，椴木香菇，它的裡面的材料有一種。黑香菇是南莊在地的香菇。哇，韓國其實地都還有一些些的豬肉，對不對？也是在地的黑豬肉。哇，古總這裡全部就係在地的食材，沒有錯。亞漢太牙就講減少這個食物的里程，對不對？輕用菜貼的東西，做出菜貼農產品本太家來生。像這個就是我覺得是一個跟剛剛你說到的比較偏甜一點的口味，這個是偏鹹一點的口味。沒有錯，古說像根本伊上愛是甜的，天公伊上愛是鹹的，滿足各種不同口味的需求。不過其實啦，做呀饅頭同包的青蔥葉就會呀蘿蔔的呀皮，對不對？這個蘿蔔的麵皮呀當蔥葉呢，香玲姐真係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麵皮係用嘅來做的。好，一般來講，蘿蔔我們在外面市面上吃得到的，麵包也好，饅頭也好，基本上都大概有3種做法，一個就是用泡打粉、膨鬆劑哈做一做，所以它製成很快，又大又胖又白這個哈。那市面上比較常看到這個啊，再來一種就是用那個傳統的老麵。傳統的老麵，傳統老麵就是它可能用水果乾或水果去製造那個酵母菌哈。然後再直接放在那個麵團裡頭，然後再把留一團麵團放到第2天的那個麵粉裡頭，新的麵粉裡面。所以那個是傳統，可是因為那個製作過程是有點複雜，現在就吃到幾乎是很少人有人用這種方法。第3種呢叫做中種法，中種法就是現在很多商人就把那個酵母菌，它製作就把那個活力比較強的酵母菌，把它製成酵母粉，或者是那個酵母塊，那就拿來放在饅頭裡，放在那個麵團裡頭，然後發酵，那發酵，那通常呢，像一般外面上所講到的老麵，幾乎都是用這種方式，就是說用那個酵母粉，然後把它發酵，然後再留那個前1天的麵團下來。我們的製作也是跟第3種的差不多哈。一般來講說老麵，什麼叫老麵？就是發酵超過5個鐘頭的麵團就叫老麵。跟老麵，加個風味，也係加個口感，同一般呢，比如講，我們講的剛剛說用泡打粉或者是蓬鬆劑，本給泡起來嘅種麵團，吃起來有乜個口感沒冇同樣？這個多發酵，這個發酵超過5小時，要這時間，做得本麵團有乜個風味，有乜個口感？好，
其实就像一般人家讲说酒哈，越陈越香嘛哈。重要的就是你要给它时间啊。老面发酵的也是一样，就是你要给它时间啊。那像我们是不止发酵5个钟头啦，是前一天我们就把它发酵，然后第2天再来放入面粉里头。所以因为它时间够长，所以呢，它的风味啊，它的那个发酵够完整，所以它的风味就会比一般传统泡打粉的风味会更 Q 更香，面香会比较能够展现出来。哇，所以你吃到有面香的面团。故说啊，今日节目当中，相同大家收嘅这几种口味的馒头同胞诶，其实唔单像安尼哦，还有含卡多口味，含卡多后面是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讲哦。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當中，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我同大家來紹介嘅係苗栗南莊嘅陽城嘅饅頭同胞嘅哦。家阿群妹啊，吃食了當多，冇咁樣嘅口味，唔講咩燜嘅呀，做麵團嘅方式，其實呀老麵嘅吃到真係一隻很神秘的一個東西。做乜解呢？因為佢會發酵，它裡面有活菌。但是剛剛香玲姐講，老前一日的麵團，然後佢不用到北上，剛日再個拿來用，對不對？所以剛日再個拿出來用的時間，你然後新的麵團，然後佢落腔下，新的麵粉，然後佢落腔下以後，還再個本給發酵一擺，還要再發酵一次。那這為什麼還要再做一次發酵？頭先沒發酵過一擺。其實我們前後。咖喱差不多會發酵3次，這麼多次。第一拜就是老麵嘛，對，老麵第2次再加入那個麵粉，這是第2次發酵哈。第2次發酵以後呢，再給它成團，比如說我們要變成那個包子也好，饅頭也好，成型之後還要再發酵一次，還要再發酵一次，就是在發酵的過程當中，我們還要就是再去搓揉它，讓它的麵更緊實、更扎實。就像我剛講的哈，你就是要給它時間啦，你時間給它長一點。然後它的那個發酵過程會更完整，對，它的香氣還有它的 Q 度才會出來，香氣跟 Q 度才會出來。因為阿 Q 妹頭擺有做饅頭失敗的經驗，因為我就是揉一揉扭啊以後啊，我就想講，形狀做好了，我就要給冰了去蒸。然後蒸出來，哎呀，實在是有拉男生，這就是經驗。對，這就是沒有發酵，所以其實發酵含夠等的時間，後生的東西是值得等待的，對不對？所以這個酵母才要讓它麵團才會在本給發酵凍到白，對不對？好，鼓手有按好的麵團以後上下來，就會來紹介含較後生的口味啦。除了剛剛有這個客家的口味，還有招牌的口味以外，上下來愛同大家來紹介的就是孔天那啲咧，像阿群妹講有啊，最近要開始減肥怕胖，夏天了熱天了，要開順了，鼓手。是孔天的東西，唐公香玲姐，你也不看沒有懂孔天那啲的饅頭老包為什麼？是那這樣子我就要特別介紹3種。嘿，3種。第一種就是我們的名稱叫黃金藜麥。黃金藜麥是一定咖啡色的，對對對。我用南瓜哈，南瓜，你也係菜天南瓜、番瓜啦哈。番瓜。蒸了以後呢，它也是把它和在麵團裡頭。哦。是誇張，忍不住偷吃。然後呢，我除了放南瓜在麵團裡面以外呢，我又放了最近很夯的紅藜。對，其實台灣也種得出，在國外可以種藜麥。對。你講完呢台灣種得出紅藜，它是年出名的傳統的一種作物。沒有錯，就是在地台灣，我能夠可以的話，食材啊就輕用台灣再貼啦哈。如果可以的話，用南莊的是最好啦。如果南莊的找不到，我就在外縣市找好的食材。像紅藜就是我們是從屏東三地門霧台那邊找來的紅藜哈。然後再來，我裡面還有放南莊最乾淨的水源種出來的稻子，
我用糙米。好，底部还有糙米，对，这么厉害。我用糙米呢，把它放在那个黄金藜麦里头，哇，还有那个核桃，所以你看起来简简单单一个馒头。其实夹开里面是很丰富的，真的，而且我要看认真看，我这样发现啊，这里面其实满满的，你都看得到里面的谷物，像藜麦的那个纤维啊，还有这个，你看这个是核桃，还有边边其实看得到一条糙米那个，对，还有全麦，对，还有全麦，所以这里面真的很健康，而且我刚刚说了，那个口味它不是真的。不是甜的，对，它是很淡的。你讲养给做一肚烘切完，会切出那些坚果啊，还有五谷诶，给点香味。你夹个甜，唔是糖的甜，是南瓜本身的甜。原来，所以我没有放，甜，我几乎没有放什么糖，就是南瓜本身它的甜味就非常够。哦，懂熊，爱青好色要这种就是有很多五谷杂粮的馒头，因为跟吃下去就会觉得我每一口都有东西，对，而且它也非常好的饱足感。韩国那个以后没黑同那个藜麦相关的，这个是很漂亮的颜色哎，是，跟黑姜黄，也是南庄在地的有机姜黄哈，也是我们那边有一个农场。自家种的姜黄，然后它有西州有机认证，然后我给它那个红色点点的，就是藜麦，没有脱壳的。哦，没有脱壳的藜麦，所以藜麦是要脱壳也可以，不脱壳没做得生。脱壳其实它就跟糙米饭跟白米饭的概念同小巧啊。带壳的藜麦其实就跟糙米饭的概念是一样的啊。它就多了一个虾红素跟花青素，所以它的营养会比较完整一点啊。那脱壳的呢，就是其实它的藜麦现在来讲，根据很多的研究，它的营养成分其实都非常的全方位。因为它名字虽然叫做藜麦，可是其实它的营养并不是谷物的营养，对，它是有纤维质，对，然后它的纤维质非常高。它的植物蛋白质也非常的高，都比其他的植物的那个含量都比较多一点。对，简单来讲，它没有谷物的热量，不过其实它有谷物的营养，没有错，都底波。所以这藜麦真的是非常赶流行。其实贵关有懂得的干品人都在吃藜麦餐，没有错。所以我们台湾就有青侯为这个红藜米，然后把它加到这个姜黄里面。所以呀，它可能有懂人你不是非常熟悉姜黄的味道。可是我觉得这姜黄加到也蛮条度烘啊，也有一种香料的米丝，淡的米丝，它并不是很刺鼻。其实姜黄我有真正的去批过，这跟米头有一些的从没太搞都懂好。为什么呢？因为李德颖不太喜欢姜黄的米头，但是我又给它加了荆棘。哦，原来，所以我把那个姜黄的味道中和掉了。好大哦！你看，它就像个奇怪，这个姜黄的味道淡淡的，不过又有那个一种酸甜的香味，就想不出来，黑马干米头。原来是荆棘，没有错。嘿，韩国七米烘这个养生系列的，嘿那一种。那个有一个就是坚果，这个放了6种的坚果。这个有6种的坚果在里面，哪6种？南瓜子、葵花籽，葡萄干，还有芝麻、核桃，哇，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是。枸杞，哇，有按到东西都底部。韩国人诺波也馒头是不是有加黑糖那个皮的部分？对，因为我觉得黑糖是比较健康一点，跟白糖比起来。那因为有6种的坚果，所以它的饱足感非常够。一张就可以吃得很饱了。一张就做得吃到懂饱就冲哎。不过其实啊，你看到香菱姐满条肚烘啊，有非常多你菜贴农产。其实香菱姐轻用地可以用小农的食材，专门跟你说爱用小农的食材，因为泰卡就地其实小农虽然大家都想要支持小农，不过小农的东西可能就会有赏识，它并不是量这么的稳定。对，都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嘛。好。会用小农的产品是
因为俺是南种菜天人哈，那我们从小吃这些农人们种的东西长大哈，这个田其实都没有很大，大部分其实个种的，尤其是现在的小农年纪都有点了哈，所以其种的东西唔会轻多，看大部分是切卡色，那切卡色要自己吃的东西，它就比较不会放一些不该放的东西啦，所以相对来讲是安全的，好。那再来就说他自己吃可能也会有剩，吃不完，吃不完怎么办呢？那小农他对行销这一块可能也没有这么样的在行，所以一方面也是帮他消化这些多出来的农产品，然后帮他们增加收入，那再来食材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对，其实安全是轻重要的事情，对不对？食材的安全，因为应该说，像林姐就是你南中要到手菜，你看得到，人家附近的小农家都很用的种东西的，家的种的方法。鼓手，你就都得帮你的产品做一个品质的把关，对不对？韩国啊，一开始香菱姐妹有讲，南种的水质一定好，一定沾，人家馒头没系用南头的水来做的。是啊，因为我们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我们从小都喝这些水长大的哈。因为南庄美丽来讲，一般来讲是叫山城嘛，到处都是山，南庄。又是山城中的山城，因为它是在血栓山脉的旁边，到处都是山，所以到处都是山泉水啊，而且那边也没有工厂，也没有什么污染，所以你吃到的山泉水就是最干净、最没有污染、最天然的。那我们一般人为什么喜欢喝山泉水？是因为它有很多的微量的矿物质嘛，那像我们那边南庄在地的。很多的老人家年纪都很大的，80、90岁以上的都非常多。我不晓得是不是喝山泉水才有这么长寿的那个哈。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喝习惯了，然后也知道说，这个水质非常好，所以当然一定就是把它放在馒头的制作过程里面。哇，每黑馒头同包的底部的精华之一就抽哎。故事啊，其实香菱姐啊，其还有很多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过来同大家讲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綜藝群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地度，我同大家來小姐啲美麗南種類嘅好食嘅饅頭同包嘅。家下要同大家小姐嘅這個空間呢啲咧包嘅同饅頭，真係係當用成當空間，食起來唔可以太企污咗，就食到黏黏嘅營養哦。唔過日下我同大家來小姐係阿權妹嗌，咩真係是。非常非常好奇，因为也是充满非常多疑问的这个馒头的口味。故事也他就来问一下香菱姐，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咖比色口米韩国蛋糕，还有像胡椒一样的颗粒也有的口米，呀，黑马个口米。这个是咖啡哈，这就是咖啡口味，名字叫曼巴之舞哈。曼巴之舞好好听哦。为什么叫曼巴之舞？因为因为像之前给社会哈，它有一些馒头也有季节性哈。那当这些馒头季节过去，我们就没得做嘛。我就想说，那也来玩玩其他现在年轻人爱吃的口味哈。那我想，年轻人爱吃好像就咖啡比较多嘛哈。那就去买生豆哈，曼特林的生豆老看那个巴西的生豆，拿来炒哈。那炒的时间呢？给到一定程度，给我哔哔啵啵嘛哈，有时候给我挑起来哈，对，会有那个血，它的那个银皮会飞起来，对，我挑来挑去，那我就觉得好像跳舞一样啊，所以我就把它取名叫曼巴之舞这样。哇，故事好浪漫哦！所以这个是老正经的咖喱头，咖到底度，那去给它炒，然后大概放个2、3天，等它香味出来，我就磨粉哈，然后把那个粉。煮成咖啡水，和在面团里头。其实这个就很简单，就是一般的咖啡粉，好，然后加上那个核桃，因为我觉得它跟核桃很搭。很搭，对，我刚刚有说，其实它如果要跟市面上的咖啡制品来讲是不够香的，是因为我就是真正用咖啡豆下去，不是用香精。对，所以但是能慢慢的熬。
才能够把那个咖啡味道慢慢的体会出来。因为啊，杨老板爱跟他讲像是胡椒的东西，它其实没负责的，其实真正的咖啡豆，开好的咖啡豆，然后佢弄好，就然后佢又冰到面团底度，没有错。唔但像呀面皮有咖啡，就是咖啡煮水那个咖啡嘛。韩国老板没有咖啡豆，唔像老板有一些嘞，不管是包子啊，还是一些其他口味的咖啡口味的东西，它可能会用比如说咖啡的调味的粉，就不是就像爱丽丝咖啡，有人会说要喝，有人喝即溶的，有人要喝手冲的嘛。那即溶的可能就是会比较有香料这个部分，不过也黑很单纯的，就黑咖啡本身，而且甚至还是香菱姐自己烘的豆，对不对？没有错。有人他讲，人家咖啡唔要讲浓香嘞，哦啊。人家外面的咖啡制品都很香，我说哈，那你就要思考一下，为什么东西一入口就非常的浓香？对，很多东西放在食材里面，真正的那个材料放在食材里面，它不会马上立即有香味的，你慢慢的熬，才能够把那个味道咬出来。因为这才是它本单的香味，没有错。它本来的香味就是轻轻的、淡淡的，而且又加水，不用到馒头底部，这就是有一点点咖啡风味的呀馒头的感觉。韩国南了以后，这个颜色很漂亮，也黑嘛该。也黑南瓜，南瓜反瓜，对，反瓜也是用拆梯的小农种出来反瓜哈。那你看那个颜色本身出黑反瓜色，好漂亮哦！我没有加任何的其他的什么香料色素，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对，所以我南瓜放的很多哈，就规粒的南瓜拿一整，对，整好以后，不用到面团里头，里面还有南瓜籽跟葵花籽，有点粉粉叫做南瓜出墙，南瓜哦，还有南瓜色强东西。不过还有一张问题，因为面团它本身是有筋度的，它是有那种韧性，撕出来会有一席一席那种感觉。各式各种嘎爱懂得这个南瓜都底包，它的那个淀粉会不会影响那个面团的那个拉丝的那个结构？因为南瓜番瓜啦哈，有人讲南瓜，有人讲番瓜哈。番瓜整个番瓜它本身有帮助发酵哦，南瓜会帮助发酵。对，所以我们在做南瓜的时候，给它发酵蛮快的，它不会影响，反而会帮助发酵。反而会帮助发酵。而且南瓜我也蛮介绍女生吃的，因为它养颜美容嘛。对。它有胶质，所以女生吃也蛮好的。那对你身体空间动吼，唔但像按的呀，阿 Q 莫素烘有这个。最简单、最纯粹的这个原味的馒头，对不对？不过有懂人可能讲，是也米的馒头啊，某米某西。不过唐宫香菱姐还有研发出她自己的创意吃法，要跟大家来分享，对不对？没有错。黑马该 Q 米。好，既然我都强调在地嘛，对，所以像一般白馒头，你等于就是嘎乱呐，嘿。港有福啦，港五福哈，就是一般的吃法。那其实我还蛮喜欢白馒头就这样干吃，慢慢的吃面香才会慢慢的出来。那既然在地，我就会像我们那边也有人种青头秆美哈，痛秆哈，我就把那边在地的小农种出来的痛秆嘛，这个粥自己做果酱，对，因为最安全，痛秆，对。最安全的那个最健康、最自然的痛感对，果酱，过来我们那边也有一个阿婆给请我做个豆腐仪，鸦片黑豆腐仪，还有鸦片阿狗的这个痛感的果酱。对，所以如果说用豆腐仪，你就薄薄的抹一层，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很特别。真的吗？都是在地的东西。爱了什么呢？豆腐仪 Q 面。我觉得意外的搭没有错，真的可以这么搭穷人没想过，老豆腐鱼、老鸡狗都馒头当狗，这好像果酱一样的感觉，一种抹酱的感觉。韩国豆腐鱼基本上那米头懂呢，对不对？是也是在地的阿婆用
菜地的南种的山泉水做的豆腐鱼哈，就是完全健康天然呐。那个果酱做七嘎做的，七嘎做的，没七嘎做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搭配白馒头哈，其实做果酱不会难啦，七嘎做果酱，七嘎这样子配白馒头，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也是健康的一个概念。好好吃哦！你讲通咖咩果酱，以前老板冇动动人哋嘅做呢？为什么香玲姐想要来做那通咖咩果酱？因为我有只亲戚佢这个有种感冒炎，嘿，种感冒炎，你总是会要拿漂亮的出去卖嘛哈，但总会有的会这样哈，它其实是不影响风味，是它抹它好看，其实会淘汰，淘汰我就觉得董大宋啊，就这个讲那我们来试试看，用那个在地的那个痛感来做果酱，反应超奇的好，我那冇卖啦，我这几个做几个很好吃因为痛感咩皮那个口味会增加它那个有点脆脆的、脆脆那种感觉，韩国咩色的都给感咩皮的那种精油的香气，是很搭。对，还有一种问题就会，我特别去买馒头买包诶。当然现吃是最好吃的，小露露的这样整起来跟面包还蓬蓬的时节都很好吃。不过假使讲我想爱拿豆腐卡，我要怎么保存？我爱变冷藏，要还变冷冻。跟我拿出来以后，我爱用的蒸怎么回温才会好吃？你知道有时候我用微波给拿出来以后，那个面皮都已经干燥的嘞。古手香应该它就会来抢木呀。它香菱姐爱用的来保存，韩国来加烧。好，一般我建议像我的馒头我冇加防腐剂，而且是很天然的东西，所以我建议讲5天之内湿了退就不用冷藏。嘿，好，如果超过5天，你是预计如果超过5天你还吃不完，我建议放冷冻。放冷冻拿出来的时间是推板，你就用差不多1米杯水，1米杯的水，2米的个角的1米杯水不用到天爆的程度，整挑起来是做得湿的，做唔得不用挑久，因为挑起来时间给睡着，它还继续干烧，对，所以你个皮温啱啱。哦，原来啊呢，做唔得不用到天爆会挑久啦。因为如果说你那个冇水湿你说这个多一笔水都天不会底多让它保湿。对，保湿，那冇夹个皮会糟，对，会硬硬。哇，原来会按呢。如果是所以我就讲1米杯水，1米杯刚刚好。对，那个是冷冻的状态下你讲冷藏的这种是按度，差不多6分的米杯水，6分，挑起来是做得湿的，挑起来就做得湿嘞。那如果说某天不会，也可以用那个微波炉，没做得，冷冻拿出来不是推板微波炉不用盘的度当个这个放一块那个湿纸巾，差不多45秒到50秒就可以吃了，风味不会输那个电锅的，对。哇，古时候基本呀，同大家分享要在细油量就会青葱油的但是要食到好食的馒头青草用青好食的方式来料理佢。古时候假使讲大家咩对香菱姐的馒头有兴趣分享，大家去南庄请香菱姐基本谢谢香菱姐来到你节目当中，谢谢。没什么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欣赏，看下来做运动了。